会不会这种什么再请两个教授？对，是的，我是当时搿能去想。那么我是想请教授来，侬肯定要教授去请教授。那我们人出去请哪能请得了呢？对不对？不对口嘛。那么我就想用绍兴酒香味，因为上海会长嘛，那我就想看看有什么一档节目的呀？你看看，那上海话呀？看，我太不一样。来，阿拉不是老官话，阿拉不是官话。王老师来，搿个吃不起。是吧？是cheers，来什么杯？哎，我吃多少杯啊？你到美国来讲英文的，How are you？ 我呢，阿拉从小就是一个卡拉子。哎，对了，我讲了，加个老子对了，哎，老卡拉子，不老卡拉子，哎，啥人理我？兄弟，我叫你开心了下那个。大家好，我是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李英，今天很高兴在纽约新木兰酒店和前上海粤剧院的前辈们、乐队前辈们在一起，我们一起聚餐，我们一起谈论传承、弘扬粤剧。同时呢，这次呢，我也特别代表了海外粤剧联盟主席索菲，向前上海粤剧院的前辈们致以非常谢谢他们对传承粤剧一些贡献，谢谢大家。今朝蛮开心的，相当开心。啥道理呢？因为这个阿拉个朋友呢，就是讲李英从洛杉矶过来，请阿拉吃饭，请啥人呢？请阿拉搿点粤剧乐馆的同学，而且是音乐班为主的，阿拉侪是音乐班，对伐？所以呢，这个特别这个几年来呢，这个粤剧辣这个整个美国的发展，这个发展呢是蛮快的。啥道理呢？这个以李英为首的。这个美国西岸，伊拉个这个粤剧团体，和阿拉纽约的美国东部，结合了一道呢，就形成了一只桥梁。搿只桥梁搭起来，从西岸到东岸，再从东岸到西岸，就是弘扬阿拉粤剧的传统，继承阿拉个传统，再发扬。所以呢，从这个点来讲呢，我觉着阿拉。辣粤剧乐馆毕业一直到现在呢，已经跨过了60个年头，整整一个甲子。所以呢，我觉着相当不容易。阿拉搿点同学今朝蹲辣一道聚会，也是蛮少的，以前并不多见。所以呢，我觉着辣搿种情况下头呢，阿拉每个人应该有个大的格局，站辣一定的高处，对伐？就看待阿拉粤剧事业，粤剧事业辣海外的弘扬，当然勿是老简单的，需要阿拉每个人的付出。那么，这个李英呢，就拿搿桩事体呢，伊就抓起来，对伐？我呢，阿拉觉着阿拉阿拉纽约辰光呢，包括我跟阿拉的同学，洪小豪啊、林平啊、蒋国光啊、邵刚啊，对伐？
阿拉真的是不容易登此地块，打拼小半辈子，少讲小半辈子，对吧？但是来打拼的辰光呢，阿拉还是不忘记自家的专业，学起来呢还是相当容易，因为阿拉是啥科班出身，对吧？所以我希望这个今后呢，阿拉能够在各方面的发展呢，更加能够弘扬阿拉粤剧的传统。我叫邵刚，那么今朝呢，因为这个加州李英先生伊来搿搭举办只聚餐，那么我也是第一趟对伊碰头，那么觉着也蛮开心。那么今朝呢，阿拉借个机会，阿拉原来上海粤剧院乐馆的几个老同学碰碰头，大家觉着蛮开心。因为介多年数，大家来美国打拼，今朝大家侪70多岁了，再碰碰头，真的感到非常高兴。所以讲嘛，今朝呢，感谢李英先生为阿拉举办搿能样子个聚餐会，让阿拉有机会相聚了一道。那么我来搿搭祝大家呢身体健康，对吧？大家呢能够幸福的欢度晚年。你好，侬好啊！阿拉我已经来美国93年来的，今朝阿拉有交关辰光没碰着个人，侪经过李英，拿阿拉侪聚了一道，大家可以碰碰头，聚一聚，交关开心。迭个是出来了介许多年数勿大有个事体。那么阿拉通过搿能样子个大家聚一聚嘛，继续拿以前辣上海学来个一眼老本行，大家进行业余个发挥，也蛮开心啊。那么，那么大家也蛮希望这个粤剧能够像以前能够搿能样子介辉煌的发挥下去。洛杉矶这个梅拉诺影艺公司，这是海外粤剧联盟，组织阿拉这个上海粤剧一批老同志，阿拉从60年开始，大家蹲了一道的搞音乐的人，蹲了一道聚一聚。那么我相当感动，为啥呢？因为阿拉来了海外20-30年了。像搿能子老同志，从小到长大老同志，搿能聚了一道个碰头，迭个也真是第一趟，搿也是真个感谢迭个梅拉诺文化影业个李总，特使个海外粤剧联盟乌索菲，为阿拉大家老同志聚一聚，组织搿能趟活动。今朝大家聚了一道，心情相当开心，因为迭个是勿容易个，介许多年数来没搿能子个气氛，但是呢。随着年龄长大呢，大家侪是70多岁的人了。这个相聚的机会呢，应该讲哪能讲呢，也相当可贵，真的不容易。大家侪老珍惜的，大家是老开心的。那么其实呢，阿拉搿批同学呢，身上大家侪有对粤剧是相当热爱，因为毕竟从小就搞粤剧长大的。那么有希望呢，今后呢，有的粤剧的活动，阿拉老愿意大家聚在一道，有大家需求，大家有珍惜自家一份艺术。那么同时呢，阿拉中西两岸的粤剧人呢，能够两地好交流，大家身心有益，所以搿场活动相当有意义。谢谢李总，谢谢乌索菲。我呢是上海粤剧院的乐队。今朝呢，感谢海外粤剧联盟的李总，让阿拉迭眼乐队聚了一道，帮阿拉碰碰头，下去开心。海外粤剧联盟洪小豪是原来上海粤剧院工作的，搿趟辣李英先生的这个带领下头呢，发扬粤剧事业，阿拉迭眼同学聚集了一道。下去高兴，希望能够拿粤剧事业发扬光大。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天津，曹保安，今天很高兴来到纽约法拉盛地区的一个皇后大厦，木兰亭，
由我们老朋友李银那个老板啊邀请吧，在一块儿聚会，有上海的这些最佳的艺术家们在一起畅谈中国民族音乐和粤剧文化。我是衷心特别感谢。我呢是来了武汉歌剧院60年进去音乐班，我是弹3弦的。我到现在呢已经弹了63年的3弦。搿趟呢，我02年到美国，来了以后呢，我就认得了搿帮上海乐剧团的一帮音乐家。哎哟，我开心得要命，因为我从小就欢喜乐剧。阿拉住辣上海隔壁头呢，就有一个唱乐剧的。我也是听了乐剧长大的。但是呢，我搭搿帮音乐家一来了一道呢，我觉着我学着交关物事，特别是李英搿个音乐总监对伐？伊为阿拉搿个纽约搿个演出乐剧出了交关大的力量，我真的谢谢伊。我介大年纪了，我今年76岁了，我可以参加伊拉搿个团体白相乐剧，我邪气开心，真的要谢谢李英。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邵世宁。今朝城门粤剧联盟的李总邀请一道辣聚会。还有在座眼上海粤剧院的乐队老师，大家一道欢聚一堂，谢谢，希望为传承粤剧尽一份力。我是张慧芝，我是现在是纽约华美艺术团的团长。搿趟呢，因为搿个洛杉矶个粤剧海外粤剧联盟李英到纽约来，阿拉现在搿能介欢聚一堂，因为伊请了老早子就上海粤剧院的一点老的乐队的老师们。那么搿点老师们呢，我也是蛮熟悉的。我和李英的搿个缘分呢，是阿拉是3年前头吧。阿拉辣辣法拉新市政厅是举办了一场这个粤剧园，从搿场合作以后呢，合作了邪气开心，所以阿拉辣辣今年的1月22号，阿拉粤剧院的搿点老师们，告知这个海外粤剧联盟的演员，包括李英本人呢，阿拉又举办了一次这个北风喜彩。搿场演出呢，有的音乐部分，有的民乐部分，还有的粤剧部分。搿次演出呢是相当成功的。搿趟演出呢，为啥成功呢？因为是搿老师们本身的伊拉个功底，伊拉对粤剧的热爱，一辈子辣辣伊拉生命当中是邪气重要的一部分。还有一点呢，因为阿拉搿李英呢，伊是与时俱进，伊现在就是讲是搿种宣传啊。就是高科技搿方面，伊做得邪气好，所以呢，阿拉搿趟节目呢是推广得宣传得邪气成功，所以我邪气开心。搿趟以来呢，阿拉有搿能介有聚一聚，非常开心。我希望下趟点高阿拉李英的合作呢能够越来越紧密。谢谢大家。